各位兄弟姊妹，新年恭喜！恭喜！也荷花祝福满满。毋知大家最近即几工过了安怎？有困较饱无？有吼。啊，有食较济无？啊，今仔日甲先下礼拜吼，咧共一领裤，敢若感觉无啥共款吼。感谢上帝的恩典。 互咱会当伫新的一年内底，会当互咱伫这工作久长的时间，会当伫过年的时阵，小可有一个安歇的时间，互咱重新调整调整咱的身心灵，甚至有时阵嘛是调整咱甲厝里的人的关系，互咱伫新的一年，咱阁会当向着这个正确的目标继续来迈进。愿主带领咱新的一年，伫讲道的进程，咱做伙来祈祷。 主美的天父，阮要感谢你，主啊，你互阮伫即个年底的时，阮过三甲主日，毋若是初一清谢礼拜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你献上阮新的一年、新的日子、甲新的祈祷。我也伫初三的时，阁欢喜，甲阮的亲人朋友、兄弟姊妹，大家做伙主日，你献上阮满满的感谢。 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你是安尼来看顾阮。主啊，互阮遮的卑微、软弱、有限的人，你高升阮做你的囝儿。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互阮的人生有盼望，互阮的生命有一个顶头生新的出发。主，阮感谢你。但阮即时也要对你的话来领受你所要爱互阮的教示。 愿你圣神伫阮的心内做奇妙的工，主啊，你真理的神来开阮的心，互阮会晓得真理。阮将荣光归伫你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咱要对历代志下卷历代志上的第17章，这段的经文内底，咱来看到大笔伊安怎领受着。 上帝满满的福气，当伊领受到上帝满满福气以后，伊的回应是啥物？伫新的年的时阵，咱拢伫迄个所在互相祝福，新年恭喜阮囝伫幼稚园嘛是拢学遮的吼，学遮讲大吉大利遮厉害吼。我马到成功，伊个会讲这马到成功，但是伊讲了后一句拢会问讲。 马到成功，讲来讲，马到成功是什么意思？吼，所以讲有时阵，因拢真欢喜，伫遮个新年即个互相的祝福内底。但是咱知影世间的祝福、世间的福气，拢真紧会变化。但是上帝的祝福、上帝的应允是永远无改变。咱甲边仔的兄弟甲伊讲。 新年恭喜，上帝的祝福永远无改变。来讲起来，上帝的祝福永远无改变。上帝的祝福永远无改变。一日新，亲像一日一样。大笔，今仔日的主角，经文的主角大笔，伊是一个顾羊的少年人。但是这个顾羊的少年人，互上帝来高升。 本来当遮个先知来敲揣讲，到底上帝要拣啥物人做王的时阵，一开始敢有去找大笔？无，一开始甚至大笔，互伊的爸爸忽略去。伊的爸爸感觉讲，我遮个囝拢真将才，拢真优秀，应该是袂拣着大笔。所以当先知伫迄个所在咧敲揣的时阵，大笔伫倒位？大笔伫外口咧顾羊。 连叫回来都没有叫回来，来感谢主啊！人所不了的上帝，变倒甲高升起来啊！所以讲，上帝高升这个少年人，上帝高升这个少年人，如果伊真做君王，圣神伫伊的身上，伊就有气力，伊会当将这个伊会当将甚至将狮来拍倒。 甚至会当将这宽大的歌利亚巨人歌利亚来拍倒，伊会当服侍王，甚至互王来攻击的时阵，伊会当伫真辛苦的过程内底，伊悠然会当经过，会当成长。等到伫迄苦难的内底，
伊的性命、伊的才能受栽培。所以有时阵苦难有时是磨练咱的心智，互咱受栽培到会堪得做一个领导者，做一个国王。最后，伊长也会当成做国王。迄个时阵，伊已经30岁啊。所以咱看见大卫，伊已经一步一步靠着上帝的恩典，伊会当一步一步来发展即个国家的遮个起造，一步一步来发展。所以当即个国家愈来愈稳定，即周围的敌人，伊也已经处理了真好势的时阵，伊就开始思考着即上帝的圣殿。迄个时阵讲啊，伊安尼甲先知讲，我住伫碧香茶香柏木的宫里面，但是耶和华的约柜却在幔子里面。伊讲我住伫一个真水的厝的宫殿的内底，但是上帝的约柜煞敢若住伫一个布片的内底。伊想安尼是一个无妥当的代志，这是一个真好的态度，有时阵咱看讲哇，我享受了真好，但必须想着讲，我有即款的恩典，上帝的家敢有得到即款的恩典？伊会去思考，所以讲，伊就安尼甲先知讲，伊的心内有一个期待，就是伊期待会当将即个圣殿起造互好势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这甲咱的经历嘛真相像，咱新店教会也是咧进行起圣殿的工作，咱也已经真接近完成。那照英泽公司所讲的，英泽公司期待即个月2月份会当交厝，会当这交厝了，就是村内底遮个设备甲装潢的部分。咱感谢上帝，互咱会当参与伫圣殿的起造。先知听着真欢喜，先知听着即个国王讲，哇，即个国王真优秀，伊无因为伊的国家真兴旺，伊就伫迄个所在骄傲讲啊是我搞，伊无记即上帝，伊颠倒当伊真兴旺的时阵，伊搁较想着上帝讲啊，上帝安尼祝福我，啊上帝的家的情形是安怎？我敢有来好好来起造即个圣殿。先知真欢喜，伊就安尼来回应讲，你会当照你的心意来做，因为上帝甲你同在。但是迄个暗故事就有一个无共款的发展。迄个暗，上帝对即个先知讲话，即个先知对先知讲啥物话？讲伊无爱大卫甲起圣殿。讲为虾米？大卫是一个真好啊，伊的思想真好，伊的期待真好，起圣殿是一项真好的事。为虾米上帝毋是安尼来看待即项代志咧？所以咱看见上帝的话安尼讲，因为对我带以色列上来的日到今仔日，我袂捌徛伫厝内，是对即个布片到迄个布片，是对即个帐房到迄个帐房。既然我甲以色列人所到的所在，伫我所吩咐照顾我的百姓以色列的事中，我敢甲对一人讲，恁啥事无甲我去碧香茶的厝啊？所以讲，伊甲先知拿单讲，我所爱，其实遮个有限的厝，毋是有限的厝。咱咧想讲上帝啊，起圣殿是一项足好的事，阮教会嘛咧起啊，为你起圣殿。但是你讲你上爱毋是即个，你所需要毋是即个，啊，你所需要的是啥物呢？伫用意书内底就甲咱讲到即个答案。上帝所欢喜的是人爱敬畏伊。人顺服伊，人守伊的话，人怜悯有需要的人。这也就是先知用伊所讲的这段的话。咱来做伙读好无？伫周报的中间有吼，即个第2段的第1页的内面，即个画有引号的所在，迄是用意书的经文。咱做伙来读来。
行公义、好仁敏、存谦卑的心，甲上帝三角行。上帝爱毋是咱外壳所做的，上帝爱的是咱的心内生命的一个幸福，生命的改变。所以对安尼讲，咱看见讲上帝无爱大笔为伊起圣殿。但是牧师必须先讲互清楚吼，这毋是讲起圣殿毋是毋对的，这嘛毋是讲啊，敢若教会若起圣殿，讲上帝也无爱你安尼啦，毋是咧安尼讲。咱应该爱看互清楚，上帝爱是啥物？上帝爱是心内的改变。所以这段经文互咱一个真好的提醒，就是咱毋通用起圣殿来取代咱生命的改变。咱颠倒应该爱伫起圣殿的过程内底，咱对主的顺服哪加添，咱对主的疼哪加添，咱对人的怜悯哪加添，这才是上帝所欢喜的。大笔伊有下即个愿，期待甲上帝起圣殿，但是上帝虽然讲我无需要你起，但是上帝有欢喜大笔的心无？有欢喜无？其实是有，所以咱看到后壁，颠倒互大笔一个比起圣殿搁较大的一个福气，就是上帝甲伊立约，上帝甲伊立约，比建堂搁较大的福气，就是上帝甲咱立约。所以咱看见上帝甲大笔立啥物款的约？第一项。上帝应允大笔讲，我要常常甲你伫地。哦，上帝要常常甲咱伫地。第二，上帝应允伊讲，上帝要互大笔得到大的名声。咱甲边仔人互相祝福，讲互相祝福讲，上帝要常常甲你伫地。来，鼓励祝福一下来。上帝要常常甲你伫地。上帝要互你得到大的名声，甲祝福一下来。上帝要互你得到大的名声。期待吼，大笔所得到的祝福啊，大笔所得到的这个祝福的稳定的约，也会当临到伫咱的心上。上帝祝福大笔，上帝祝福伊讲，我也要互你建立一个稳定的国家。所以，牧师伫这个所在嘛，祝福咱每一位兄弟姊妹。愿主赐福带领咱，互咱新的一年内底，互咱所做的工会当建立一个稳定的基业来荣光上帝。上帝祝福大笔讲，我要剪除这压制你一切的对敌，我要为你来剪除。上帝讲，我要为着你建立你的家世，我要互你的后代承接王位。我的主爱无要离开你的后代。主啊，是啊，你甲大笔讲的，愿你所讲的话成就伫我的家庭，愿你所讲的话成就伫我的家族。阿门。愿你所讲的话成就伫咱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家庭。我要坚固伊的国位直到永远。咱看到这个约，大笔还未做任何的代志，上帝是听伊。大笔还未读一个堂啊，伊也无去摕一支条啊，拢总无，上帝就听伊。这是一个无条件的约，这也是新约的基础。新约的基础就互咱看到这个国，敢有伫大笔的身上，敢有伫大笔的家族，伫以色列王国的历史内底得到成就，并无。但是伫啥物所在得到成就？伫新约的教会内底得到成就。新约的教会，咱看见上帝常常甲教会伫地，上帝互教会得到大的名声，上帝互教会成做一个稳定的王国。上帝也要剪除教会一切的对立。上帝为着教会来起作，上帝互教会互咱的后代继续来承接这个福音的稳定的使命。上帝的主爱无离开教会咱的后代，
因为虾米无离开？因为咱继续抓牢伫上帝的救恩。上帝的教会要得到坚固，直到永永远远。甚至当耶稣基督搁再来的时阵，要成做迄个主无通嫌、无通嫌圣洁的太太、圣洁的媳妇。这是一个无条件的约。新的一年内底，互咱看见，咱毋若是期待，咱的家庭会当真有福气，亲像大笔所得到的福气那样。咱爱看会出来，咱已经伫福气内底。甲边仔人讲者讲，咱已经伫福气内底，甲讲者来，已经伫福气内底，已经伫福气内底，因为你是教会的一份子啊，因为是咱是教会的一份子，咱已经伫永远的约的内底，咱已经承受着上帝所赏赐互咱迄个丰盛的稳定，所以毋通袂记住，毋通袂记住。咱的后代爱承接即个福气无？爱。咱是毋是？咱爱注意的是，咱有家己去离开即个福气。上帝无要离开咱，但是咱是毋是意识到，咱爱常常亲近伊、倚靠伊？这就是上帝互咱一个无条件的祝福。过去的一冬，上帝是毋是赏赐咱做的稳定？你安怎回应伊？新的一年，你要安怎回应伊？咱来看大笔安怎回应。大笔得到上帝的应允，我的药有可能是流目屎满面。流目屎满面，因为伊想起真多的代志，因为伊想着讲，我是一个孤样的囡仔。即摆我竟然伫即个所在，做国父。我是一个孤样的囡仔，即摆我竟然上帝的话显现伫我的面前。竟然上帝用遮尔好的祝福临到我是啥物人？大笔得到上帝的应允了后，你进入会幕的内底，圣经讲伊坐伫耶和华的面前，伊想过，伊非常的感动，伊坐伫主的面前，主耶和华上帝，我是啥物？我的家庭是啥物款的家庭？你看我，你带我到这个地步，你搁应允束缚你的奴仆的家到伫永远。我倒转来讲，咱上帝是永远宇宙的主宰，咱每一个人成做伊的奴仆，拢是理所当然，拢是理所当然。但是上帝竟然疼伊的奴仆，这实在是疼伊应允伊的奴仆，就是咱应允咱到伫永远。我上帝啊，你行即个事，你看显明出来，是因为你奴仆的缘故，也是照着你的心意。上帝啊，你看顾我，亲像看顾尊贵的人，你加伫我身上的尊严，我阁有啥物话通讲？新的一年内底，伊害咱真正爱对大笔的心上学习到一个真宝贵的功课，就是感恩啊！感恩，常常想着家己是偌年得到稳定，这帮助咱谦卑，帮助咱谦卑，帮助咱会晓有一个常常有一个喜乐的心。比如讲啊，我本来是安尼的人，我会当得到安尼，我就足欢喜。咱袂去常常甲人比较，讲我若差人安尼，我若差人安尼，咱袂去安尼想。因为咱若想着咱的过去，讲我现在已经比过去好太多了，真的好太多了。因这上帝应允已经遮尔大，咱袂去讲主啊，我即个月业绩哪会比旧年差较济。你无想看觅，你几十年上帝已经互你趁偌济啊呢？上帝互你趁遮济啊！你即个月趁较少，你着管趁甲吼。咱即上帝已经安尼甲恁囝安尼一步一步请起来啊！哇，真正呢，咱若回头看上帝恩典有济无？有呢。你看恁囝若有甲你做伙来做礼拜，你想看觅遐大丛，开偌济啊！你若知影，伊即摆爱开，伊已经开遮济吼，我看你
早就毋敢生啊。但是上帝的恩典真正是大，虽然是开遐济对无，咱嘛是行过来，咱嘛是行过来。上帝的恩典教定咱，互咱的囝儿成做咱的尊严，互咱的囝儿亲像诗篇所讲的共款，讲少年的时阵所生的囝，亲像勇士箭地内底的箭，讲箭地若充满着讲箭袋吼。这射箭嘛，拔出来下出，讲箭地若充满，这个人伫城门口就袂见笑。所以讲，咱看见讲，咱的囝儿，上帝互咱会当请养咱的囝儿，亲像甲对着前线的时阵，咱手中所有的钱共款，互咱会当伫着人的面前，咱会当徛会了。为什么徛会了？因为我将我的囝儿栽培起来。我将我的囝儿栽培起来，这是上帝予我的产业。我将因带到上帝的面前，我栽培因，因未来会当比我做更较要紧的代志，因未来会当为我会当继续承接我对上帝的服侍。这就是我的钱，对着啊，恁无得骄傲，因为我靠着上帝的恩典，已经将我的囝儿栽培起来。真水的恩典。所以保罗把大笔对上帝祈祷讲：我阁有啥物话通讲？你的恩典遮尔大，我只有感谢，搁再感谢。大笔继续祈祷讲：世间有对一国的子民会当甲你的百姓以色列来相比，因为上帝你对埃及救赎因做家己的子民，搁伫你所救赎的百姓的面前显出大可畏的事，赶出遮个列邦的人。显出你的大名，内底伫迄个所在重复去思考，这也是犹太人真成功的一项，就是因常常会记得因过去所受的苦，然后伫这过去所受的苦的内底，因毋是自卑，因颠倒伫这受的苦的内底，因变得更有韧性，因为因知影对上帝的认捌，不断的加强，不断的加强。所以因想到啥？因想到上帝因带因出埃及，因想到上帝因带因攻打入去应允的地，这迦南地了，从迦南地的列祖赶出。因想到这过程，因就知影上帝是安怎因带因，因也知影上帝过去安尼因带因，未来上帝继续因带因无？会。各位兄弟姊妹。过去上帝安怎加添开来互咱？哇，想袂到吼！咱会当将一间厝的贷款6只久落予了，上帝也要用即款的开力来加添互咱，互咱新的一年的头前，虽然看起来阁有真多的挑战，但是上帝过去安怎引带，伊的未来也要继续安尼来引带。讲大笔伫迄个所在，讲上帝你做因的百姓，直到永远。毋若过去做因的百姓，直到永远做因的百姓。耶和华，阮的耳孔所听到的，无一个人会比你。除你以外，无有别个上帝，无毋对。除了上帝以外，无有别个上帝。初一清社礼拜了后，初一清社礼拜有人问牧师吼，讲甲牧师讲牧师啊，迄个讲查某囝想要转来厝里啦，查某囝想要转来厝里，但是伊个嫁出去啊，对无？嫁出去啊，就讲牧师啊，一般的人咧讲吼，讲找查某囝袂使转来厝里，找查某囝袂使转来厝里，安尼敢妥当？咱基督徒敢有即个咧？请问基督徒敢有即个咧？绝对嘛无嘛，绝对嘛无啊！为什么基督徒拢无遮个咧？我歹势甲伊讲啊，但是我心内咧想，为什么遮个真侪人足认真拜，但是嘛有真侪的遮个禁忌，真侪爱撇边的代志，因为拜了毋着先啊，因为拜了毋着先啊，因为你依靠的不是最有钱人。所以你必须自己要凡事小心。但是感谢主，上帝互咱
上帝会开咱赢过所有的神。咱若倚靠即个第一大的神，咱就毋免搁倚靠其他的，因为伊是创造宇宙万物的。所以咱敢有对上帝有啥物款的上赞？代表俄罗斯世间有啥物人会当亲像你的百姓？因为你做因的子民，这就是永远的福气。代表继续祈祷落去讲，耶和华，你所应允你的奴仆，甲你的奴仆的计划，求你坚固，直到永远，照你所讲的来行。愿你的名永远坚立，受尊最大。讲万军的耶和华是以色列的上帝，是治理以色列的上帝。这也亲像这约书亚记内底所讲的话，讲论到我甲我的家，决断服侍耶和华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你的家庭是啥物人的？你敢愿意来宣告？你敢愿意伫主的面前讲？上帝啊，你将我的家族对遮尔有限引带到哪？主啊，你将我的家族对亲像埃及的痛苦引带到伫迦南，甚至将为阮赶出遮个侪的危险、侪的对敌。主啊，我伫即个时阵，我要勇敢承认，我的家庭是你的，我的家庭是你的。我的家庭无要敬拜别个上帝，因为无一个上帝会当比你，我搁要去倒位找啥物人？各位兄弟姊妹，互咱做伙来甲主祈，甲主讲，甲主祈祷讲，主啊，我的家庭属于你的，我的家庭是对你来，我的家新的一年，我的家庭要属于你，我的家庭的时间的分配，我的家庭的方向的决策。我拢要属于你，互你来引带。讲代表安尼祈祷，讲我的上帝啊，因为你应允你的奴仆讲，我必要为你建立家室，所以奴仆大胆伫你的面前祈祷。耶和华，独独你是上帝，你也应允将这个福气赏赐互你的奴仆。即马你欢喜赐福互奴仆的家，会当存到永远。上帝的祝福，上帝的祝福要直到永远。咱甲互相鼓，互相祝福。讲上帝的祝福要直到永远。来讲一来。上帝的祝福要直到永远。咱搁要群对啥物人？新的一年，咱搁要群对啥物人？咱敢着爱无闲试差，逐年都拄仔注意讲，哎哟，今年我敢着爱点灯哦，逐年拄仔注意。为什么一直注意这个代志？拜了毋着先嘛，因为毋是拜着迄个赢过一切，遮煞者遐煞者。为什么要遮煞者遐煞者？拜毋着先嘛，赢袂过即个关系啊。无数生灵有可能遮个物件拢有伊背后迄个灵界的开力，但是只要咱倚靠第一大的上帝。遮个开力拢袂使无法度伤害咱，遮个开力咱拢总已经赢过。代表是一个下上帝心意的人，凡事遵行上帝的旨意，所以上帝啊，甲伊立了一个永远的约，福气满满的约。伊也行伫主，会当行伫主所赏赐伊福气满满的一生。新的年，咱要向主来祈祷，咱要向主来祈祷。第一项，咱要做伙为着旧年上帝对咱的疼，上帝对咱的引带来献上感谢。或许毋知影上帝安怎引带你，但是你真清楚，你真清楚。你去少年的时阵，你去思考，你就知影讲啊，我要承认，不是运气，不是几率，是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。这时阵，咱就为着过去的一年，咱来向上帝献上感谢，亲像大笔共款，有对一个神亲像你啊，无人甲你会当比，咱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，主你的上帝，我的神，啥人亲像你？哈利路亚。
接续咱要为着咱新的一年来祈祷。大笔甲主祈祷，讲我的家要属于你，你是我的上帝。大笔甲主祈祷，你是我的上帝。你毋若是我祖先的上帝，你毋若是我的老爸、我的老母的上帝，你毋若是我阿公阿嬷的上帝。我要承认，你即马开始，你是我的上帝。即马开始，新的一年开始，我是你的子民，你是我的上帝。愿你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。咱为着新的一年，你所面对的道路，交伫上帝的手中。你是上帝的奴仆，上帝就要负责你的道路。咱将咱家己奉献伫主的面前，开嘴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你是阮的主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阮知你疼你的百姓，你疼你的奴仆。主啊，虽讲阮是遮尔有限，虽讲阮是一个有限的人，虽讲阮有软请，但是你的福气，你的应允无离开阮。主啊，新的年，阮要将阮的子孙，将阮的囝儿，将阮的事业，主啊，遮个拢要归乎你，遮个要为你来起造，遮个要为你来养饲。这个要为你来拍拼，主啊，阮要感谢你，主啊，愿你赐福伫你的教会，赐福伫你的国度，会当充满着主你的阳光，有主你甲阮伫地去到万世，主阮感谢你。最后，咱来为着上帝的国度，为着教会来祈祷。不管你平常时是伫新平教会聚会，还是你是转来故乡来到一个所在，无同款的教会，拢是上帝的教会。咱来为着主的国度来祈祷，愿新的一年，咱会当引带咱的亲人朋友入到教会，互上帝的国度得到开阔。咱开嘴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要为着新的一年，我要为着你的国度来祈祷，我要为着你的国度来拍拼。主啊，因为你呼召我，互阮成做你的子民的一份子。主啊，要感谢你。主啊，愿你大大赐福。主啊，你的教会所需要一切的同工，一切的规律，一切的资源，一切的信心疼心。主，你加添互新平教会，也加添伫你的正教会，互阮看见新的一年，主你的祝福，主你的王位，大大得到坚固，大大得到开阔。主你的国度就是你的教会，大大得到进展。主，阮感谢你，阿乐你，哈利路亚。咱要做伙来唱一首歌吼，这首歌歌词点明无？讲我用主的疼来听你，因为我见着你的内面有主的荣耀，我用主的疼来听你。我用主的疼真心来听你，来。我用主的疼真心来听你。我用主的疼真心来听你，我看见你内面有主的荣耀，我用主的疼真心来听你，来个一遍来，我用主的疼真心来听你。我用主的疼真心来听你，我看见你内面有主的荣耀，我用主的疼真心来听你。咱甲边的人手牵手，中的助导嘛会当牵手哦，中的助导咱甲喊过去，手甲牵起来。咱做伙互相祝福，伫咱的内面有主福音的荣耀，伫咱的内面，咱来感谢伊，咱来学乐伊。
来，甲好好过，好好过，手甲边啊，甲牵起来，好好过，不要紧，莫客气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来，我愿主的名。